后来乡亲总有16例的本土病例，今仔日佫增加13例。即卖真侪人担心讲，疫情的警戒会为2级提升到3级，因为到时阵会接近到半封城的状态。室内5个人以上、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，拢总来禁止。也就是讲，除了医疗等场所之外，其他的公共场所总爱关起来。新北市泸州赛主会甲宜兰幼儿场的群聚感染所验出来的病毒，甲桃园诺富特的群聚同款，拢是英国变种的病毒，也就是讲已经慢慢查到不明的感染源了。所以台湾进入到第3级警戒的几率嘛小可降低，但是医生讲也是袂当大意。台湾疫情暂时未升到3级警戒，因为电视中宣布泸州的11个人烧话，和宜兰罗东8个人烧话，基因排列也就是病毒来源和诺富特相同，拢是英国变种病毒。不过专家讲，排列就算相同，感染源无清楚，社区感染嘛是会变严重。不太能够说定序相同就一定是同一波事件了，这个叫隐形传染链。所以你要把它查清楚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到最后你就不必把力气花在这个地方。台湾即马是2级警戒，也就是本土出现无清楚的感染源；3级警戒意思爱符合1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感染，或者是一天确诊10个人以上感染源无清楚的本土案例。若是升到3级，民众出外拢爱全程挂嘴安，袂当有室内5个人以上，或者是室外10个人以上的活动。除了病院诊所，村内拢爱休困关起来。那社区感染到第3波以后呢，基本上就收不回来了。基本上社会有点是半封城了，离封城也不太远。医师嘛讲到，台湾孤岛的环境有好处，冇败害。封闭的环境代表说你的医疗资源有限，那邻近要运送物资来，是不是都比较困难？或者说病人真的我们医疗崩溃要转送到外面去，是不是也是很困难？专家提醒，台湾未来有可能升到4级警戒，也就是14天内平均每天确诊超过100个人，所以呼吁大家为今开始拢爱做好防疫的工作。